心得我也跟老师们分享一下。那需要休息就主持人提示我一下，好吧？我这个人时间概念不是很强。开宗明义章第一，我们还是把这一章读一遍，必须读啊，不读不成，是吧？好，我还是起个头，把我们的心扉敞开，好吧？好，开宗明义章第一起。开宗明义章第一，仲尼居曾子嗣。子曰：先王有至德要道，民用天下，民用和睦，上下无怨，汝知之乎？曾子必习曰：生不明，吾何以知之？子曰：夫孝，德之本也，教之所由生也。父作，无欲辱，身体发肤，受之父母，不敢毁伤，孝之始也。立心行道，扬名于后世，以显父母，孝之终也。夫孝，始于事亲，终于事君，终于立身。大雅云：不念而祖，欲修厥德。好，我们还是一句一句来。仲尼居曾子嗣。仲尼孔子的名，就是孔子啊，居这个居是闲居在家，那天没多少事干，就是说在家里休息休息。仲尼居闲居在家。曾子嗣。下一级的人对上一级的人或者晚辈对长辈啊，做侍奉长辈的时候的一种坐姿。有一天呢，孔夫子就是说赋闲在家啊，赋闲在家，闲居在家。他的学生呢，曾子就是侍奉在侧。那么这一天是一个好机缘呐，是吧？孔夫子就教曾子以大道。这个大道是什么呢？他说：先王有至德要道，以顺天下，民用和睦，上下无怨，汝知之乎？你知道吗？先王，刚才前面我们都几次的提到这个先王。我们校级里面的先王、明王这些个词，基本上是指儒家所推崇的，像尧、舜、夏禹、商汤王、周文王、周武王这些个圣贤君子，儒家所极力推崇的。好，我们的先王，我们的有至德要道，至德非常高尚的品德，最高的品德；要道非常重要的方法。用这个最高的道德，用这个最好的方法，以顺天下，民用和睦，上下无怨。这个至德要道的好处。以顺天下，以用来顺，就是使天下和顺，这是使动用法。民用和睦，这个用是因为的意思。老百姓因此而和睦相处。这个用呢，跟后文当中我们有一个谨慎节用
应该是树人章，谨慎节用，那个用的含义不同，那个用就是谨慎节约，是节约这个财物，那个用是财物的意思，这个用是因此因为的意思。好，上下无怨。民讲到老百姓呢，也要讲上下。这个上下是指那些个领导官员，大大小小的官员，上上下下都毫无怨言。你看天下和顺啊，老百姓也和睦，是吧？官员们那些个用我们现在的话，那些个公务员们，是吧？都非常的好，没有怨言。这样的志得要道，你知道吗？汝你的意思。这个时候，曾子必席曰：“曾子必离开席座位。”古时候坐呢，不像我们现在啊，古时候尤其是晚辈跟长辈坐在一起的，晚辈的坐姿是坐在这个脚跟上的。就是跪坐，我们叫坐在脚跟上。为什么这个姿势啊？有人说，解释为这个晚辈侍奉起长辈的时候方便一些，起身方便一些，所以采用这种做法。那么曾子必席曰，曾子赶紧离开这个座位。真的曾子一点都不知道吗？我们想想看，这个志得要的真的一点都不知道吗？我们的曾子应该是知道的，凭他的聪明度，凭他的好学，是吧？应该是孝他知道的。但是他表现出来的一个态度是怎样的？首先是一个举动，必席这个行为，然后是自己的言语，身不明。他没说我不明，无不明，他说身不明，在老师面前称自己的小名，谦让，这很重要。我们现在的教育做到哪个地步了？做到是无与我不分明了，支支吾吾的，是吧？好。这样的好弟子孔夫子很欢喜，说这句话非常重要。夫孝